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能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畫開啲咩畫？笑話呢度幾搞笑喎！擺明就壓榨啦！嚇，我人工本身就好低，減半其實分別不大。呢啲咁嘅畫要等個畫家死咗先至值錢喎。呢啲咁嘅有錢人根本唔證明係藝術。好少可往琴而醉嘅。哇！係因為個助咒未解啊！如果今日真係你哋人生入邊嘅最後一日，有冇啲咩想做？我哋做個朋友啊！可能我對呢個世界某啲嘢有啲睇法不吐不快，好想同人分享，我真係寫唔出啊！寫日期咯，寫地點咯，寫人名咯。你明白啊？咁放棄啦！如果你好中意一樣嘢，你就要用一世嘅時間去學習點樣放棄佢。你哋講嘅嘢真係好深啊！果然一齊死，其實係一件好浪漫嘅事啊，好似結婚咁。創作嘅就係一個了解自己嘅過程，唔需要得到任何嘢，因為你想做嘅，你已經做咗。震撼到講唔出聲咧。好震撼啊！我差啲唞唔到氣啊！